成日遲起身食唔到麥當當嘅薯餅，近親啊！今日教大家整比麥當當仲好食嘅脆脆炸薯餅，唔敢講100%一模一樣，但只可以講比出面嘅更加好食。首先將薯仔批皮，然後切一片片，跟住切一條條，再切一粒粒，跟住用清水洗走表面嘅澱粉，直至啲水變到透明乾淨，就可以擎乾水備用。熱鑊落牛油，然後將薯仔粒倒入鑊裏邊，一直用細火炒，直至炒到變腍為止，跟住加入鹽同埋黑胡椒粉調味，跟住繼續炒至均勻，再準備里長和粟粉，然後將粟粉加到去裏邊，跟住炒到成團。期間如果太乾嘅話，可以加少少水繼續炒，炒成團之後就倒落個盤裏邊，再稍微壓一下，然後平均分成9份，跟住慢慢攞一份出嚟，再用手整理一下形狀。鍋裏面倒入適量嘅油，等油熱咗就可以落鑊炸。我哋會 keep 住用中火慢慢炸，定型之後再翻面，炸到金黃就可以噶啦。然後攞出嚟擺盤，跟住就可以擠上自己中意嘅醬料，然後記得趁熱食晒佢啊！